继续要来关心这个囡仔另外一个问题，唔知影乡亲厝内囡仔敢有伤瘦的问题？国健署调查，全台湾的国小、国中、高中生有超过20万人拢有体重伤轻的现象，这包括豆仔类啦、鱼啊啦、鸡卵肉类啦，包括零制品拢食了无够，尤其是呢查某囡仔上严重，所以讲特别提醒乡亲，这个当你大学生囡仔，若是讲蛋白质甲钙质食了无够，会严重影响到发育，也就是较袂大，所以讲唔通追求纸片人，因为纸片人这个错误观念会去影响到咱的健康。上体育课，这学生囡仔伫运动，看一个真，这学生囡仔体型普遍拢是散散啊。想吃胖一点吗？不想，因为我的腿已经很粗了。依照国健署的统计，中小学童纸片人最近5年来继续咧增加，为102学年到106学年，高小学生伤轻的比例为6.9%增加到8.2%，国中生为6.3%增加到6.9%，高中生嘛增加0.59%，算起来差不多205000名学生有体重伤轻的问题。有时候是他们的营养不均衡哈，睡眠的状况比较不好，比较不充足，那也会导致像体重过轻的一个状况。国健署表示讲，营养不足可能的指数较未大，影响呼吸、消化、免疫系统运作。唔来指数，查某囡仔生理期出问题，嘛影响注意力甲学习的效果。杂粮类哈，蔬菜、水果，那还有像蛋白质这样的一个摄取。发育期间的学生囡仔建议每一顿爱食碗半的饭菜，一碗水果、豆类、鱼啊、卵甲肉，嘛差不多爱一碗。早暗啉240cc 的牛奶。逐工爱运动60分钟，而且爱困8点钟，唔通追求瘦就是水。伫咧当你大个阶段，平均的食食，才会健康。